講個秘密俾你知啊！我而家要去一個屬於聖誕嘅童話世界㗎，咁醒嘅你一定估到啦。今次係坐國泰同芬蘭航空經印度轉機去芬蘭，一如以往嘅國泰商務艙，一定要好好瞓返一覺。去到印度機場，梗係要嚟24小時開放嘅高級貴賓室啦，有酒飲，仲大到冇朋友。當然要試下最正宗嘅印度菜。登機啦，上機先知呢班機係芬蘭航空全新商務艙，影俾大家睇下先。空間好大，放嘢位置有好多，比起舊式嘅的確係大咗好多，而且較平成張床咁，好舒服。長途機除咗要睇好多套電影，梗係要敷翻個 mask 啦。到步去 lounge 同芬蘭機場食啲嘢先。我哋最終嘅目的地其實係去羅亞涅米機場啊，冇錯啊，就係最夢幻嘅聖誕老人村啊，橫跨咗8000幾公里，真係嚟到呢個國度啦。去到行李輸送帶，哇，聖誕成咁啊，已經好有童話感覺啊！你睇下我幾興奮，好想快啲拎完行李啊！今次係住 Santa Claus Village 聖誕老人村莊，我會好好咁記錄所有嘅旅程，一定分享俾大家知。聽日就係聖誕節啦，我約咗聖誕老人啦，到時俾你哋羨慕下。拜拜！記住讚好、訂閱同埋 share， 最重要就係撳呢個鐘仔啦，一有新片嘅時候第一時間話俾你哋知。拜拜。